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3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台南中央大学发生马来西亚学生洪水事案件，凶手到底也已经抓到，甚至9月又一个人险险受害。F5机战机昨发生意外，监督发表示，明日会启动战机换新，而且是第7联队大升更换。交通部要推动类似出国的旅游行程，同好对桃园机场飞到台湾各地头的机场。讲到台南中央大学发生一桩24岁马来西亚的查某学生去碰水事案件，查某学生2日暗时对学校要登到宿舍的半路，却去互姓娘的嫌犯用锁仔甲伊锁掉咧，硬拖上车。到了半路，才发现讲这位查某学生已经无气啊，就甲尸体平伫高雄阿里的山区。目前警方也已经抓到凶手啊。日暗时8点47分左右，监视器画面顶悬会当看到读中央大学马来西亚籍姓郑的查某大学生，伊手提手机伫过车路，谁拢想袂到，这算是伊上后尾的形影。姓郑的女大生了伫咧学校附近，去互疑无犯罪的姓娘的嫌犯用锁仔绑走，落尾甲尸体等伫咧阿莲的山区。大约8点40几分的时候通话，40几分，对，就是通话结束，过半小时1小时之后再联络就联络不上。他坦诚他在那里作案的目的是为了性侵跟性骚扰女性啊。根据他所准备的工具啊，跟在当地守候了，我们研判他是一个预谋的行为。受害查某大学生来台湾读册，去年佫捌登去马来西亚的报校，甲学弟学妹分享大学的生活，今嘛煞伫咧台湾无名。警方表示，女大生2日暗时拄学校离开，准备要行登去学校外口的宿舍，想袂到行到学校附近代替高架桥下骹时阵，就拄到姓娘的嫌犯。代志发生的地点离学校敢若500公尺尔尔。家属接到消息了后是真悲伤，毋过今嘛拄好是防疫期间，为着避免家属来台湾该居家检疫14天，会采用类似外交气泡的方式协助检警内外处理。他可以提出类似像外交泡泡这样的方式哦。那就是在入境之后，那可以立刻去做裁剪，裁剪的阴性之后，就可以由专人哦，就是专车，那看要到某个地方去这个辨识辨识他的亲属。因为目前国际航班真少，内政部表示会协助家属赶紧来台湾，涉嫌杀害女大生的姓娘的嫌犯，会报去警方以杀人、性侵等等的罪嫌，移送高雄桥头地检署来核审。若是女大生的遗体，马上去殡仪馆烧验，要甲死因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中央大学发生马来西亚查甫大学生去碰水事案件，其实伫咧9月底着另外一个查甫学生，被互人对伊后壁要甲伊按喙，拍算要对伊不利，好佳在又大声喝休才逃过死劫。虽然讲有报警也通知学校，不过这段路是黑黑暗暗，甚至有人也质疑讲校园的安全已经出问题啊。女学生今日警察局准备要指认涉嫌电视当演外接女大学生的姓娘的嫌犯，因为在1个月前，伊也在司法工作路段，互人对后壁甲喙甲鼻仔按掉咧。一开始以为是同学滚生笑，发现唔对了后，赶紧大喊。当时我就继续往前走，快要到十字路口红绿灯那边的时候，然后我没有多想，但是后面就突然有人从背后捂住我的嘴皮。然后我一开始没有很慌张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我认识的同学吧，在恶作剧。司法路段伫中央大学附近的代替高架桥卡，是真侪学生来回大的所在，甲学校一定经过的所在，也过路边拢是田，无敢是去。附近的民众甲学生也批评路顶常常袂倒，恐惊真多治安的死角。30下晡带电到现场查看，发现案发地点边的路顶因为跳电无倒。那头前那个有倒啊，我一包无倒了。案发地点啊？事发当天晚上我是不知道啦，因为当天晚上我也没有过来啦。但是今天他们来检查是说一些线路应该都还正常啊，所以它是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哦，坏掉有脱检的它就不亮啊。经过清查，有2个线路的开关跳掉，影响5趴到10趴的路顶，现场改恢复。另外，还有一寡电火球啊无倒，也伫巡查了后修好。而除了路顶故障，明明9月底就学生差点受害，当时学校也接到通知，为安怎无到1个月又发生这种代志，也让怀疑学校拢无伫管。
校方是接获派出所通知，就是有房东带着女同学去报案。那我们也一样，就是随即启动了我们的校安机制，而且我们有立刻通知了他的系所老师进行他的諮商輔導，并且加強巡逻。李校校也表示，无监视器甲路顶这个问题，会向相关单位来反映，希望未来莫有这种不幸的代志发生。另外，台南市府也要甲在地里长研商，看是不是需要增加路顶。记者综合报道。昨昏台东的空军基地发生意外，造成一名飞行官不幸死亡意外。今下晡伫台东的卡拉鲁湾附近海岸也找到飞行机的碎片，也因为东北季风开始变强，海上超载行动到当时也未开始。透早国防部长兼德发也表示讲，已经派军舰去外海走找，也会请专业的来甲飞行机护起来。30下晡有民众伫台东加罗兰附近的海墘啊，发现不少疑似29失事 F-51战机的海绵，还有部分机身的壳。伫另外一个石头边，还佫发现飞行员头盔内底的塑胶珠啊，顶悬就打不幸殉职的飞官朱冠蒙的名。因那另外一块残骸嘛写5261，甲摔落海的战机机身的编号是同款的。空军第7联队派官兵还佫有军用的卡车，甲海墘的残骸载倒转去。第7联队的官兵伫海墘扩大超吹范围，佫找到一块疑似是尾翼的残骸。不过下晡台东外海的风影真大，伫海顶护残骸的工作还未进行。不过伫附近海域巡逻的海巡舰艇回报，目前并无看到浮伫海面的战机残骸。因那当地居民嘛讲，附近的海沟是真深，可能会真恶吹。在它外海差不多1海里的地方，有300-400米的海沟。当地海象5至6阵风8级，那下午已经渐趋恶劣哦，转为6至7阵风9级。国防部长严德发早起去甲殉职的飞官念香，慰问家属了后表示，已经指派海军一只纳瑞艦去台东协助水下定位，嘛为高雄请专业的船仔来倒找，希望会当赶紧甲失事的真相查核清楚。严德发讲，明年会启动 F-51战机的汰换，而且会优先汰换第7联队的战机。那么单座机的受限，它是到14779个小时。那7联队现在目前的单座机，我们了解平均的时速，它是7825个小时。那我们优先要换台东联队33架的教练机，从明年开始启动。严德发强调讲，殉职的飞官会优惠抚恤。目前 F-51的战机虽然暂时停飞接受天安特检，不过未影响到空军执行驱离干扰台湾领空中国军机的战备能力。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昨 F-51战机的意外，外界拢甲事故原因认定是各机各座的时程拖慢，才害到飞行官搁再使用已经真旧的 F-51战机。空军伫头拄则也调推记者会说明，强调一切拢照时间安排，并无延迟的情形。的历程，我们当初就是计划在106年完成合约的签署作业，仍然按照虽然政权交替之后，仍然按照原案的作业期程来执行，这是没有问题的。汰除的期程，不是说新的飞机一交到部队的手上一交到部队的手上就1比1的汰除这个是这个脱离现实的。过程中会逐次的分批的调整这个新的高教机跟原来的 F-5机这个训练的比例，所以说一定会有一段时间是两种机种都在部训队里头同时运作。空军参谋长表示 ，F-51战机若要换新，一定要有时间表，无可能是头一只原型机出来就全部甲 F-51全部换掉，这时间上无爱1年到1年半。也强调讲发生意外原因有真济，毋是讲飞行机具就一定会出代志。另外，伊也讲到新式高教机建案是伫2015年12月底完成国防部建案听书，继当年报告行政院3月无核定，一直拖到8月才通过。主要原因是金额伤过悬，也拄好等到政府换党执政，马政府才留予新政府来做核定。讲到昨 F-51战机发生意外，国防部也宣布讲 F-51战机全部停飞，初步认定是发动机故障，另外一个歹去，另外一个若是正常是会当继续飞。不过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定也表示讲，也着爱考虑到种种因素，拢有可能造成事故的发生。空军上尉飞官朱冠蒙自告驶 F-51战机意外摔落海失事，国防部宣布 F-51战队全部停飞，执行特检甲调查的作业。自告朱冠蒙驶 F-51起飞了后，
随回报正面的发动机故障，了后就随大厦跳线，所以是不幸殉职。国防部初步研判是启动发动机发生故障。不过 F5E 有2个发动机，就算正面的出问题，倒边的应该会当正常来运作。前空军副司令张彦定表示，这个就要考虑到飞行机的状况。它飞机是偏侧，还会侧滚，这个状况之下，而且它刚起飞，油量非常多，飞机非常的重。其他的客观因素、环境因素也干扰了他在做紧急应变的这种程序跟行动。F5E 为起飞到塞罗海，敢若有短短2分钟。F5E 战机内底的弹匣座椅需要伫个关渡2000尺弹匣，准滑率才会悬。以目前空军主要的战略 IDF 建国号、幻象2000、F16来讲，拢是采用零高度、零速度的弹匣座椅，会当大幅度增加驾驶的准滑率。有专家认为讲，跳伞的悬度无够，地势主观望去有锁定调的可能性真悬。用冲角把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座舱罩的玻璃给刺穿，让它整个碎裂，那椅子再弹射出去。可能因为冲角还有飞机的姿态、水平姿态或者是俯仰角的不同，可能会有一些碎片，就会对飞行员造成伤害。若太换 F5E 战机的代志，张彦定建议国军会当来参考，或者是伫个高教机交会进前，甲美国租战机，不过就要考虑到敢是有符合经济效益。若外界甲失事的原因，机向国机国造，讲 F5E 甲 F 的机型较旧，2019年本来就要汰除，是为着配合永营新式高教机出产。才会勉强延长使用。不过国防部已经否认，强调讲110年开始会量产高教机交会。若汉翔公司嘛发声明强调讲，永营高教机的研发并无去延长掉，115年就会当全部交会。记者综合报道。中科院本地伫今仔日要伫西南外海试射飞弹，不过早起9片基地说是咧庆白烟，详细原因中国机无愿意对外来说明。另外，也有军事媒记录到中国军机又搁在扰乱台湾，咱的国军也表示讲，全部拢在掌握当中。30早起，伫咧屏东的9片基地外口，说来庆白烟，嘛引起外界诱讲，敢是中科院预定的飞弹试射出状况，嘛引起注意。若是30的试射结果，中科院敢若表示一切以公告为准，无对外说明。毋过专家诱讲，会来庆白烟有可能是发射油条，或者是推动燃料不正常的状况。那通常是所谓的发射要素或是相关的燃料固体燃料发现一些问题或异常不会有这种案例。基本上呢，这个其实是概率是比较少。根据企业署的社局通报，中科院10月28甲30伫咧台湾西南外海实施空袭操演，试射的关度佫标示做无限悬。嘛有军事专家推测，真有可能是要进行天宫3型的飞弹试射。若是伫咧同一天30早起，军事媒佫记录到有强机伫早起8点开始，连续3届侵入台湾 ADIZ， 研判可能是运8型运间机，下晡4点外强机佫出现。空军是公布距离。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2000公尺，中共军机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所有。统计强机10月份累计已经进入台湾空袭24天，公布距离83界。30毛一架美国海军 EP-31侦察机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空军表示，针对西南空袭都有专庭掌握。目前西南的这个空域整个状况其实我们有特别加强了这些海空的这些航迹的见证。目前来讲，情况都是算是属于正常的状况。面对中共军机一直扰乱台湾，放出武力统治台湾的信号，中共第19届5中全会发布公报，针对两岸的内容，虽然无直接讲到台湾，敢若强调讲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甲祖国统一，佮加上提出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嘛拢去互外界解读做是针对台湾来的。而且佮配合人大修订国防法，建议伫咧开战条件增加法定利益4个字，无排除伊个未来可能会以台独之名对台湾动用武力。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国内在今仔日新增加一个对菲律宾带病入境的确诊病例，是一个30多岁的查甫移工。伊9月有登去伊的国家有染病要治疗，10月中来到台湾，伫检疫期满采检了后，又搁检出阳性。另外，国内自流感疫苗了后，说死亡案例又搁增加3个。不过，指挥中心表示，这3个人拢超过70岁，也拢有慢性病。专家也认定讲，死亡原因甲注疫苗是无关系。国内新冠肺炎境外移入，搁增加一个，个案是菲律宾籍30多岁的男性移工，长期伫台湾做事，9月初10登去菲律宾，因为因朋友为着新冠病毒来死亡，伊去参加伊的丧礼，而且因为捌甲其他的确诊者接触，伫当地采检是阳性，
有带院隔离，10月初3出院，10月初9采检是阴性。这个个案10月15坐飞轮机来台湾，入境到达拢无症状，一直到14天检疫期满进行采检才确诊。由于个案在同班机的旅客有7人，那检疫期满前采检都是阴性，所以都列为自主健康管理。也若国内流感的情形，虽然目前无传出流感重症的病例，不过全台湾注流感疫苗了后，不良反应通报的事件，这2天新增加112例，累计拢总有192件，而且新增加3例死亡的病例，这3个人的岁数拢超过70岁，而且本身就有其他的慢性疾病。专家初步研判，这3个人死亡的原因，拢甲注疫苗无关系。这3例其实看起来都比较像是他自己的病程，那跟这个流感的接种的关联性可能不大啦。根据统计，目前公费流感疫苗已经注457万4,000剂，已经超过总采购量的5%。曾经上强调讲，新加坡甲马来西亚会暂停注流感疫苗，可能是因为除了赛诺菲以外，因阁有使用韩国的疫苗，因为安尼会较谨慎。不过台湾的状况无同款，未来若有任何无安全的情形，嘛会做后手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宣布讲，又要再推动类似出国的行程啊，这回是改做对桃园机场起飞，会当飞到台湾各地机场，希望会当带动国内的观光旅游。对松山机场国际线的电子航班扛棒顶悬，会当看到下晡3点了后，无论是飞中国还是日本，已经拢总互取消，报道柜台规个拢无人。新冠肺炎的疫情影响到旅游市场，民众拢因为边境管制无法度出国。交通部宣布会扫对出国微旅行2.0的版本，预计当搁一届来带动国旅。今年都没有出国，当然如果能够出去是最好啦。比较想要慢慢走、慢慢玩这样子，自己开车或者是可能坐高铁或者是坐火车，这样比较适合我的旅游行为这样。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微旅行1.0推出了后，市场的反应真好。từ 8月份推出以来，总共飞27个航班，参加的旅客总共有5138人次。甲第一阶段的类出国飞联机，敢若伫咧桃园国际机场起降无共。这届微旅行2.0是民航局甲业者所协调出来的一种空中微旅行，无属于国内包机的航线，会当飞去其他国家的天顶，而且佫会当伫咧无共的国内各地机场来降落。上无爱飞3点钟以上，计绍是5500块以上，会经国际线通关。伫咧飞联机顶悬会当买免税品，班机降落2点了后，会当包装当地一寡行程，毋是干那伫天顶细细的倒落来。如果在台湾岛内有其他的交通工具，也可以去取代。第一个，它会比较便宜；然后第二个是本身在航程上面如果没有亮点的话，也不见得能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旅游族群。我们看到的这些个办法以后，我们才能够去来规划我们的产品要如何的包装。因为微旅行2.0的相关方案内容牵涉到防疫措施，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边境交易组则打收到消息，也搁伫咧了解相关内容当中。若是中央航空是表示，等待详细规范甲办法公布了后，会搁来讨论相关规划的代志。华航嘛讲会继续来敲找市场的需求，来结合在地特色规划相关产品。唐好掌握商机，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南投草屯大兴街附近的徛街，对顶一个礼拜四开始处理的水道水樽开，全部出来拢是黄黄的土沙水。这寡路过摩仔情形到今有关也无改善。居民表示，这款水质对因生活品质影响真大。自来水公司也表示讲，可能是附近伫咧施工，甲水管误破所造成的。甲水道头开开，流出来是真濁、真深色的垃圾水，连外口的水管流出来的水嘛是濁。南投草屯大兴街附近的居民这几天啊，因为用水的问题是头壳摸咧烧，上严重的发生伫26甲27，虽然已经过几啊天啊，水质也是无改善。当地居民是真无奈，附近40外户拢是同款的情形，水质遮歹，无法度安心来使用，因为水里有真侪土沙。咱若讲线内底根本就无法度去清，还佫袂少人的莫大，因为土沙塌掉了，怎海去？哦，那非常严重的污水。这污水的情况总共是差不多3天啦，就是从礼拜天下午开始到礼拜1到礼拜2，这3天都是污水啊。水道水内底拢有诶垃圾啊，莫大嘛，叫烧几啊粒。害几啊粒。附近的居民讲，平常时啊，甲水道头开开，都清在感觉水也无够，
尖峰时间甚至无水通用，逐户拢着爱按抽水的莫达，甲水欠伫水塔。毋过即几工仔的水焦焦涂刷，还是袂当使用，互因生活受到真大影响。自来水公司表示，原因是因为污水地下水道咧施工，无适宜甲水管挖破去。在施工的过程，损及到我们的自来水供水管线，然后导致它这个施工产出的泥浆流入到我们的自来水的供水管网。自来水公司表示，因为施工产生的釉刷甲土进入送水的管线，才会造成这个情形。除了协调暂时停工，目前也是会维持正常送水的状态，希望甲管线内底的土刷冲走，嘛会设置供水站，互民众来底水。不过当地地形较悬，嘛是管线上尾窄的所在，会清点送水的管线，机动来调度，希望会当解决水压无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笑气，也就是一氧化二氮，本地是各行业拢会使用到的物件，所以因为这几年少年人竟然摕笑气来耍，主要原因是讲笑气输入去了后，有的人感觉讲会足肉痛的，其实笑气是有危险性。环保署也公布讲，要将这个笑气列管，对制造到贩卖拢要有许可证。未来若准抓到民众违法使用笑气，会当罚3万至30万。少年人伫汽车旅馆开笑气的 party， 这种消息清早出现伫新闻的。环保署正式公告，为即马开始，工业用笑气、一氧化二氮正式加做第一个列管的关注化学物质。逐日逐笔上网去登录这个记录，这个是立即生效的部分。那我们早在10天前就已经开放这个系统了，让业者来试填，或者是来做一些记录哈。那到今天早上为止，已经有150几家，它同时具有比如说有食品添加物的，或者是医疗用的笑气呢，也都要同时登录上来。目前笑气主要分做食品、医疗、甲工业3大用途，受到食安相关的法规、药事法，还有毒管法等等的范围管制。环保署即届主要针对工业用的笑气，若是伫咧公告进前，业者已经咧运作，安尼即时开始，都要逐工逐笔来做记录，而且每个月拢要申报。若是伫咧公告进前还未运作，未来就要摕到许可的文件，而且按规定来进行。到明年5月份进前，除了要摕到许可的文件，还佫要完成标示的表，而且按规定加入二氧化硫。电子类的这些行业分类，就要经过我们环保署会同相关单位的一个核可。除了这2个条件以外的一个运作人要使用的话，都要使用添加二氧化硫的一个笑气。如果查气到有这种无照来制造的话，都会用这个毒管法这边来做处罚。环保署嘛表示，若是违法致使人死亡或者是重伤，危害到健康，相当会当处无期徒刑，或者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并可罚金上悬1000万。若是无牌照来营运，伫咧网络顶透过无共款的方式甲管道来卖，或者是无定期记录甲申报，相当会当罚30万。后手会辅导业者来申请，嘛进行联合的稽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小要紧，接落来咱来看美国的选情。美国总统大选剩最后5天 ，Trump 甲拜登也拢去甲上届关键的佛州造势。另外，伫咧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东部也发生掉贼头案件，美金230万的竞选经费就安尼就无去啊。川普甲拜登29拢来关键州佛罗里达竞选造势，毋过作风是真无共。川普伫咧谈判的场是集合真清人。支持的民众大家拢力争我无保持社交距离，而且大部分的人嘛拢无挂嘴暗。We know the disease, we social distance, we do all of the things that you have to do. If you get close, wear a mask. Always controversial. It's not controversial to me. You get close, you wear a mask. Social distance, social distance. You know the bottom line, though? You're going to get better. You're going to get better. If I can get better, anybody can get better. And I got better fast. 东港较晚一点嘛，拜登嘛来谈判期举办造势活动，因为考虑到防疫，也是以便落车的方式来进行。现场随风路38号也是有285台汽车来听。Donald Trump just had a super spreader event here again. They're spending more than just coronavirus. He's spreading division and discord. We need a president who's going to bring us together, not pull us apart. 落尾雨愈大，拜登不得已转来减少演说内容，提早结束伫咧谈判活动。掌握29张选举人票的佛州，是要入去北京的重要地，甚至是决定输赢的关键。路透社日被发布的民调指出，川普伫咧佛州的支持率是47%，拜登是49%，竞争真激烈。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heart and soul of this country is at stake.
right here in Florida. It's up to you. You hold the key. If Florida goes blue, it's over. It's over. 威斯康辛州共和党东部29公布川普的竞选口罩去予骇客入侵，内底230万美金去互偷摕。案件已经通报联邦调查局。另外，美国上大的小卖商沃尔玛宣布会暂时性家店内枪甲枪支全部停卖，预防后礼拜开票可能会来发生的抢劫或者是暴力冲突。这届大选已经有超过8100万的选民提早投票，其中5200万人是采用假配方式，佮加上11月初3当天的投票定数，估计这届投票率可能会破100年以来上悬的纪录，会当看出两党有安尼竞争。伫咧佛州了后，川普甲拜登30对伫咧明尼苏达州来拄着，拜登当天会去威斯康辛州甲爱荷华州来投票。31是会伫咧密西根州甲东来人气王前总统奥巴马做伙出现来联合造势。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欧洲疫情是拖翻头，而且是愈来愈严重。伫意大利着病院是专门设予重症患者的病房，一寡医护人员也着爱轮班照顾。另外，伫咧西班牙卫生部也预测讲，全国的监护病房可能到11月中就无够用啊。救护车来回在各个病院中间，在来到散数病人了后，又搁赶紧开出去运送其他病人。新冠病毒在欧洲爆发的第2波疫情，各国每天都有更加多病例来出现，医疗体系压力是愈来愈沉重。意大利罗马的圣菲利伯内利病院，必须在当地30号加开第3间的专属病房，接发到来医治急速增加的重症病人。E i letti si stanno riempendo abbastanza rapidamente proprio perché la richiesta in tutta la regione è piuttosto rilevante. Avrete visto dagli ultimi dati di ieri i pazienti ricoverati in ospedale nella regione Lazio ormai si avvicinano a 2000. 意大利的重症病人超过1500人，比3个月以前高峰期也较细。大量增加的重症患者，然后医疗人员必须轮班照顾，出现人员无够的情形，压力愈来愈大。Questi reparti richiedono un'assistenza e una sorveglianza dei pazienti sulle 24 ore, anche nelle reparti non intensivi, perché la caratteristica particolare di questa malattia è l'evoluzione improvvisa e non del tutto, diciamo, prevedibile, quindi i pazienti vanno seguiti con grande attenzione nel tempo. 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这欧洲国家的救护车也因为疫情拖较真紧，四个运送患者非常无用。西班牙卫生部统计，对疫情流行以来，全国已经有超过15300个患者因为重症伫监护病房治疗。有估到11月中就可能发生监护病房不足情形。法国巴黎乔治庞毕杜病院的医师认为，随着第2波疫情患者增加，民众可能会被迫缩短年底的元旦假期。记者综合报道。法国最近是发生小连续的恐怖攻击事件。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却伫推特顶头表示讲，穆斯林有权利杀死数百万个法国人。这寡言论也引起众人批评。推特官方也甲伊的文章踢掉。另外，英国上界大的在野党工党，因真正的头人科宾也因为歧视犹太人的言论去互停权啊。法国尼斯教堂的恐怖攻击事件引起种族歧视的言论争议。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伫29发生恐怖攻击无偌久了后，伫推特顶悬表示，因为法国人伫历史上捌屠杀1百万人，其中有真侪是穆斯林，所以穆斯林有权利感觉生气，嘛有权利杀害1百万的法国人。文章引起民众不满，推特嘛甲文章踢掉。欧洲总理莫里森也佮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嘛拢表态谴责恐怖攻击，讲这是互人真受气的罪行。这时阵，就爱团结，甲民主自由、甲法治的精神守条例。Australia utterly condemns the heinous terrorist attacks that have been undertaken on innocent people in France. These multiple attacks are despicable. They're disgraceful. Not only are they an attack on the individuals and their families, but they are an attack on liberty. Ont été menées. Il s'agit des valeurs démocratiques, il s'agit des libertés, il s'agit de l'état de droit. Et je pense pouvoir dire en votre nom à tous que nous sommes unis et rassemblés pour défendre ces valeurs qui nous rassemblent, qui nous unissent. 同款发生种族争议的，也有英国上大在野党工党前党主席科尔宾。英国平等甲人权委员会裁定，伫咧科尔宾领导工党的时期，违反3项英国的平等法。第一是政治介入反犹太言论导诉；第二是无提供员工适当训练。
连来处理相关投诉。第三是党内发生骚扰歧视的事件，柯并无同意调查结果，认为讲问题去互严重放大，结果说因为这寡言论去互共党停权处分。I made it clear that we won't tolerate anti-Semitism or the denial of anti-Semitism through the suggestion that it's exaggerated or factional. And that's why I was disappointed with Jeremy Corbyn's response. Very shocked and very disappointed. I've been in the Labour Party all my life. And I want to make it absolutely clear, anti-Semitism has no place whatsoever in our party or our movement. 柯并表示，伊会对共党提出申诉，爱党内重新考虑对伊停权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今日去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国民党团说是第5摆占领接选台，搁再要求苏贞昌调来会实的。国民党也提出3个条件，就是要求行政院要依法调开实案汇报，去到美国查工厂，也袂当影响到地方政府所定的驻地条例。就安尼来做，国民党就会停止阻碍行动。苏贞昌道歉。立法院议场中央摆4个人形的扛棒，包括总统蔡英文、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还有苏贞昌等等。那样批评陈市长黑箱作业，佮批评苏贞昌是骗神。为着反对开放进口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国民党立委第5届占领质询台，主动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台报告，要求苏贞昌爱先回实的才上台。现在突然这样闹，觉得很无厘头，而且国民党的立委令人民高兴。却不做事，只会霸占主席台。我们要求行政院要召开实案汇报。另外，我们也要具体要求，开放之前一定要这个也是依法要做，到美国查。国民党团强调讲，因是为着要挡美国猪肉，唔是要挡苏贞昌。那样党团总调集人林维洲开出3个条件，只要行政院依法调开实案汇报，去美国查厂，还有中央袂当对地方要求零检出比手画刀，国民党就袂阁坚持反对，因为部分的县市嘛出现反对美国猪肉的声音，造成地方甲中央意见无共款的情形。咱若台北市长郭文地还阁批评陈吉仲，干那要政治。我懂我的农业专业，实际上会进来的有莱克多巴胺猪肉的国家只有美国。那5度的杯葛不让这个苏贞昌院长上台报告，已经到了一个无可理喻的程度，然后让所有的我们的法案预算没有办法如期的进行。因那民进党是批评国民党误解主动的行为，影响到议事，无法度如期审评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针对国民党3个诉求，是表示希望议会会当赶紧恢复运作，予院长进行施政报告。另外，针对地方要求零检出有违反中央法规的疑虑，行政院收到各县市的说明了后，会阁做后手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明年美国猪肉要开放进口，农委会也推出台湾猪的标章，通好予民众来认明。今日也公布相关的多样防治伪造加申请方式。对11月开始，若有商业登记、税籍登记，又可是使用台湾猪肉业者，就当伫网络顶头申请，按算伫12月就要开始试办挂票头。这个潘公公的肉丝甲卤肉是小食店的代表美食，看得到地方人巴肚拢咬起来。头家娘讲，这猪肉相关食材，即阵拢使用国产的猪肉。以我们这种年纪来讲，还是传统猪肉会比较相信，因为他们每一天都是新鲜的嘛。提出食品业者登录证明，强调家己食品挂保证。不过未来店内要申请的认证标章，可能还阁加一项咯。如果需要的话，大家都同意的话，我们也是要做啊。因应美国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要开放进口，农委会推出台湾猪的标章，并且公布样式甲相关申请机制。有市场寸笑，为了防止造假，猪片仔对无同的角度看会出现青色、旧色变化。台湾的图案有局部顶光，下面有一寡真细腻的字，还佫有荧光油墨设定，提子外线顶来照射，用清楚看会到。有税籍跟商业登记的，预估有15万家符合这样的一个资格，不会是只有1万家来申请。这样的人力查核会移到比较高风险的，比如说有做相关的加工品，或者是整个冷冻猪肉进口。
农委会也强调，标准有效期限是3年，期满了后提出续约。除了会进行无定期稽查以外，也鼓励消费者踊跃检举违规。标准申请对11月开始，有52家企办统一来打标准，若是有无实在打的情形，上大罚款400万块。记者综合报道。国军的联合婚礼今仔日是刚刚伫国地口举办。今年陆军有188对新人参加，其中有2对是同性婚姻，这是有史以来国军联合婚礼头一摆有同性婚姻参加。帮助幸福家规啊，结婚的新人入场，开始进行结婚典礼，交换手指，充满着幸福笑容。陆军、海军、空军联合婚礼30采取无同所在，同一天举行。今年陆军188队参加，有2对同志结婚，这是咱国军联合婚礼头一摆有同志参加婚礼。本军自民国103年办理联合婚礼迄今，第一次有同婚的官兵报名。我们的态度都是一视同仁，给予每对的新人衷心的祝福。摕到彩虹旗入场，陆军专科学校小豪王毅，还有家后朋友梅，套到结婚手指了后，王毅军下摆流目屎，伊感谢爸母排除困难来到现场祝福。伊讲有一寡路选择安尼行，就是家己爱面对。你的家后朋友梅是讲也伫咧努力，相信未来爸母一定会认同加支持。期待可以让更多人看见同志，就像异性恋一样是日常。很感动，就是终于合法，而且我们又参加这个活动，觉得非常开心，而且也看到国军的进步。28军团中尉陈永选甲太太李丽珍是大学同学，家最头一摆参加国军婚礼的同志新人，感觉真欢喜。陈永选表示，军队真开明，徛伫爱面前，大家拢是同款的。谢谢我的伴侣一路上就是支持我，因为从军这条路就跟同志这条路一样，都不简单。我们的爱并没有跟异性有不同的地方，对，那我们会站出来，也是因为希望就是能下一届呢更多同志新人能站出来这样子。军方表示，立法院去年5月17日通过司法院税例第748号改税实行法，立时开放登记同性婚姻。国军联合婚礼也依法律规定开放同志参加，表明国军立场开明，跟着时代。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花莲水水的水上部落，正有一个1.9公顷的地质开发案要进行。开发公司今仔下晡召开说明会，强调地质发展是安全的。不过，议员也有真侪族人唔相信，要求着爱先摕到部落自商的同意权。为了要让部落的族人了解地质开发的安全，开发公司特别伫已经选好的所在红树溪埔旁边召开说明会。不过，国内目前也无任何一间地质开发的案例会当参考，附近几个部落的族人拢真烦恼。地质发展是抽我们的水，这个山会不会跑掉？这个地，你说会循环，可能吗？我们所种的农作物会不会受到影响？啊，我们的土地。最怕的说，会不会被他们污染到？这个用地质发展的开发案，是国内一间合作北方能源集团申请的，土地是甲国有财产署做的，拢总1.9公顷。业者强调讲，地质发电袂产生垃圾水，嘛袂污染空气，设备无介大台，不过发电量是太阳能发电的几啊倍。目前的欧瓦西的这种发电设备来讲，它一年大概可以发8000万度电，它等于太阳能呢。大概是80公顷的太阳能的光电的一个面积所发出来的电量。不过，族人无啥相信这个数据，要是希望开发单位会当先摕到部落自商的同意权。又如何去维护这样的一个公安上的安全？我们非常担心。重要的一个建设是需要我们延基法第21条的咨商同意权。根据花莲县政府的资料，目前花莲拢总有3个地质开发案，拢伫中央山脉有温泉的部落。包括万宁乡的红树部落、水水乡的水上部落，也有马里分部落。目前工程拢要咧钻探的阶段，嘛要未摕到县府开发的许可。记者综合报道。国家文艺奖伫今仔日举办颁奖典礼，这回有7位的得奖人，也包括着建筑师王秋华、舞蹈家高明顺。以及着公司的导演郭金元等人，总统蔡英文也亲身出席颁奖，也感谢这寡得奖人为台湾社会贴出文化甲艺术的高度。
第21届国家文艺奖原本按算今年3月份举行颁奖典礼，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延到10月30。总统蔡英文伫典礼讲，因为疫情的关系，让大家有机会注意到台湾本土的艺术。各位得奖人的艺术成就能够被更多年轻世代所认识、欣赏以及传承。层层结节下，让台湾的文化的主张能够持续长出美好的果实。这届文艺奖有7个人得奖，舞蹈类吊顶的郭明新是目前台湾上届资深的舞者，嘛是甲接触即项引进亚洲的第1个人。作品丰富有实验性，拓展台湾当代舞蹈创作的面向，嘛互少年的一代真大的启发。伊伫领奖的时阵是感动到流目屎。我想在此呼吁成立一个国立的舞蹈专职单位，好让教育当局在培养人才前端所做的努力，得到后续发展上最大的利益。郭明新呼吁政府成立舞蹈的专职单位，未来会当好好栽培这青年。也若电影类得奖的是公司纪录片导演郭金元，这30多年来，伊记录环境的议题，持续以影像甲社会来对话。最近因应大家看影片的惯习改变，在网络平台用开讲的方式，让观众了解环境变迁的议题。这次可以获得重视，那显示说纪录片它在整个这个时代的意义。好，那我们会让纪录片所呈现的一些议题，可以让大家更加的了解。建筑类得奖的是95岁的王秋华，伊是台湾战后第一批女建筑师。另外，作家吴冠是战后第2代小说家内底少数的女作家。迄若艺术家曾普，还有音乐家陈忠新，这个得奖的杰出人士，嘛替台湾社会累积出文化甲艺术的角度。记者综合报道。228事件后期到白色恐怖，这43年期间，因为思想言论牵连到叛乱罪，去互抓起来有超过8000人。即阵也有民间的影像公司找到12位政治受难者甲因的逝世，替因翕2组的相片，记录因现处时的模样，也听见讲，若准无发生白色恐怖，因是希望过什么款的人生。相片内底黄春兰头咧咧，面悠悠，伊是白色恐怖受害者黄允强单位付出时的查某囝。黄春兰讲，若总讲毋捌发生过白色恐怖，伊的人生就像伊背后这对手牵手的爸仔囝同款，幸福美满。我说我无意成为历史人物了，但是我打从娘胎就进入了这个历史的漩涡里面。这个不是我所愿意，或者说我所选择的。我希望的是我能够掌握的人生，凄惨的出身，但是美好的人生。另外一位伫咧摄影棚内底举指挥笛、穿燕尾服、白色竹，佮夹红色揪揪的，是原住民族赵族人高英杰。头摆做指挥家，指挥乐曲就是伊的爸爸高一生，伫咧1949年踮青岛东路看守所，用伊妈妈的名所写的这条《哈鲁诺沙河希美》。每一次唱到这首歌，就会想到了过去的事情，愁怀着的一种的感觉。但是目前我听起来以后，就是有欢喜的感觉，穿上了燕尾服。有一点说过瘾这样。拍摄了就是2组照片，一组是他现在的模样，然后另外一个是他的平行人生，就是他如果没有遭受到白色恐怖，他觉得自己理想中的样子是什么。本身是台湾的杜马斯，10当前对台湾神基金会和政治受难者长期热度，了解因遭遇迫害的种种。去年，伊和伊工作室的伙伴开始调查历史，替12位受难者和因的囡仔翕相。即阵踮国家人权警卫纪念园区办好做平行人生的摄影展。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是，就是要当记者的那位大哥。就是他是唯一一个最后真的到现在，然后真的达到他当初的梦想的。
就觉得很感动。从这样的角度找出就是不同长辈们的故事，那都是一种对生命的盼望。希望当着政治迫害的过去无法度改变，不如个前辈透过这摆雅典完成因心内愿望，一方面疗伤，另外一方面也是无共世代在咧历史的基础同齐创作的作品。记者阿敏珍뉴욕市台北报道。第二反冷高丽菜也特别大出哦，为着要防止菜价崩盘，云林县政府也随启动企业大批资本的活动，希望用行动来支持农民。来到高丽菜园，农民正咧采收高丽菜。今年因为天气较慢变冷，地区头一批平地高丽菜品质比英国更加歹。虽然目前价销是每公斤30块的好价销，不过农委会预测讲11月过后，全国会采收544公顷的高丽菜，比监控面积加60公顷。云林县政府也提早做准备。我们预估在10天后以后，我们的高丽菜的量会大量出来。好，目前我们找了西螺农会跟周围的合作社来合作。那也接受民众的义购。西螺农会表示，西螺地区今年所种的高丽菜大约是60公顷以上，搁在10天产量会大大增加。为着卖互价销崩盘，今也开始找企业团体资本，唔但会当帮助到农民，也会当稳定菜价。这高丽菜收起来了，直接就咧入去企业体去做一个这个上完工吼，安尼咱这个量就卖一手入去到市场，安尼伫市场伊个。这高丽菜量就袂讲一次就饱和，一次就超过咱的市场的销售量，所以这加减就对咱市场嘛有一个稳定价销的这帮助。因为出产的高丽菜呢，不但是品质好，鲜甜好吃，营养价值丰富，那是加入我们的火锅汤头呢，又可以增加我们火锅汤头的鲜甜。农业局表示，今年无高丽菜登记制度是采用菜栽来推测高丽菜产期甲产量。云林今年种大约是150公顷，所以提早启动高丽菜行销，办企业团体资本，希望业者透过合作社农会选用云林在地高丽菜。记者综合报道。去洗菜市啊，会当看展览，所以要带观众朋友来到新竹的德仁市场，看一场关系到环保的展览。一透早菜市仔人来去去，其中有一个摊特别引目，今日要来看，竟然是甲环保相关的议题展览。内容对水果、青菜含水量，到什么款的土壤适合倒一款的植物，民众买菜顺续可以当中知识。是很特别，但是给那个市民，他是那个大家买菜的人有一些认识啦。家庭主妇有一些认识啦。平常会接触到的食物有很直接关联性的这些，妈妈啊，或者是小孩啊，或者是大人，所有的人都可以去体验到说，这个水，地下水维护地下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保持我们的土壤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现场把展出海洋废弃物摒扫的情形，展出几啊款的海洋废弃物，包括为对方漂流过来的塑胶橄榄。提醒大家重视海洋污染的问题。我们在超市买的新的包装的东西，其实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做垃圾分类，然后去做审慎的采买的评估，其实你到最后面，它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它就是一个海废的呈现。现主是特点名的水情安康，保护水资源的议题变较热门。主办单位希望这个展览卖当趁回头当烧的时阵，声更较侪行菜市的民众。买菜兼参观，了解水，也更加珍惜水资源。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伫咧嘉义溪口查那卡的查那国小，全校只有42个学生。学校为着要让学生拍基础，同好了解到科学奥妙，学校要开一个机器人课程。学校表示，机器人课程让囡仔有兴趣，佮主动学习，也拍开囡仔人的眼界。学生囡仔讨论机器人要安怎斗，有人找零件，有人讲方法，大家人拢真认真。嘉义县溪口乡的长南国小全校42个学生，学校为着要让囡仔拢有通学，所以对1年到6年的学生拢有上这个课。程式还是控制机器人？如果这样，操控机器人。为什么？就是操控机器人，让他可以叠一座塔，让我很有成就感。长南国小伫5当前，1年2合的学生只有1名。学校认为爱找更较侪资源来开拓学生的眼界，决定除了加强在地文化的教育，嘛要注重国际上的科技进步。
因为 VS IQ 机器人这个部分呢，是未来在国中青少年的一些科技竞赛部分，它是其中一个指定项目。那我们希望让孩子提早接触，有一些基础。那未来到国中，他就有机会可以再继续去参与或参加这样子类似的一些社团或课程。这个机器人课程伫今年开始，学校嘛有请外口的老师礼拜教囡仔。保因上课，学校老师就讲，增加囡仔较无机会接触这些物件，佮加强加信息。所以上课的时阵，大家拢真愿意来参与。透过这个课程，小朋友他们去发挥他们一些自主学习，还有创意这样子。机器的一些就是有一些会出错，然后就是要每个人要一起分享，就是分享意见，然后找出最好的解决方法。学校原本想要培养囡仔去参加比赛，但是欠缺经费。家己县政府知影了后，嘛小介资源合作，希望让囡仔会用有机会去参加比赛，为溪口乡的教育环境带来改变。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咧台南组定举办月食节，利用在地粉钱、麻竹笋等等的食材，甲即寡食材料理做法国的菜出，也吸引民众来到组定食佚佗。一出一出的法国料理，接刷出菜有粉子糜、冷面、麻竹笋菜西蛋、香瓜、芒果、月桃、气泡饮料，一寡菜出全是组定少年家结合社区长辈口团，利用在地食材结合创意发挥，举办月食节，让民众体验组定的好滋味。今天办的料理食材都选用佐证在地的特色食材，就是从长辈的谈吐之中跟我们自己发现，然后借由年轻人的创意，把它变成一道法式料理。月食节现场布置也真用心，成功大学的学生từ理疗管理平台看电线、装塔，还有大边的大型服务，拢加添月食节光彩，而且结合在地月桃产业，甲民众用月桃管变出一粒粒的电荷装饰，推广在地特产。可能大家只知道说我们这边有日出或者是化石，但是我们的产物是非常多元、丰富，而且好吃。那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呢，就是想说，他们想要让这边的产物产业让大家知道说它如何运用在餐食上面，所以我们年轻人就是发挥了他们的创新创意这样子。组定少年家回乡拍拼，还有做优质斗相共，同齐推广在地特产料理、产业加文化，希望透过美食，让民众更加认捌组定。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在变化，明仔载气象咱也做回来详细看。北部地区对18度到26度。中部地区对20度到28度，南部地区对21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18度到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8度到26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